讲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，伊的竞选团队也选好这竞选总部了，而且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担任这竞选总部主委。甲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伙行入新丰庙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选伫大场埕做陆战起步，嘛宣布竞选团队陈建仁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。虽然我较早做过 SARS 的指挥官，但是伊即马做指挥官，所以讲伊是相当寂寞的人。但是我即马要甲市长讲，你不再孤独。这道选举，我一定徛出来和你做伙挺你，好无？头家强庙行程，民进党立委议员客满满，起手阵容坚强，但是中笑讲拄起头也未熟练，未来会做上强的家母带家啊。面对陈时中对宣布参选到新入竞选总部，团队一改到位，再去到凉州里关怀据点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，也是老神在。对手的阵仗如何，还有他们会有多少的大咖相挺？其实我对我的团队都非常有信心，因为我们都始终相信，市民才是真正的主角。要加油啊！很好，加油！谢谢。朝野两大党选举脚步起行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虽然也无选举行程，但伫面册回应最近媒体民调，若加做三卡都，最后可能以弃保决胜负。伊讲轻政甲能力会互市民选择，比赛根本也未开始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